天为大家分享一款生物二锅蜂。二锅蜂的原名叫菅智勇啊，他是一位华人的移民，出生在清朝末年。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呢，就凭着智慧和非凡的胆识，在曼谷打拼闯荡。然而，他最为人大家熟悉的身份就是泰国官方彩票的创始人之一。那时候，泰国的澳门行业就挺混乱的，二锅蜂呢就凭着精准优越的判断力还有经商能力，获得当地政府的许可，经营起彩票生意，一时间还担任起警界高官。二锅蜂的主要功效呢，就是强力教米、提醒澳门运、偏米，还有扭转厄运。因为它传奇的背景呢，所以就吸引很多投资者啊、经商人员啊，或是寻求突破困境的人也会佩戴。尤其是曾经向他许求的而命运出身转变的商人们的澳门图啊，更笃定的相信他是拥有无边的法力。好了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泰国神秘文化，卡不卡？